上去的一张5整张的船票，那是9块多钱的话，那也占用了将近1/4的工资。如果是53块来说，那你纯是不行。船票賣得再貴，似乎亦阻擋唔住一心搭船去其他城市創業嘅人。東方紅號就係當時長江最大嘅客輪，最多可以載客1300人，有近100艘船嘅東方紅號船隊，雖然不停穿梭長江沿岸各大城市接載搭客，但係船艙仍然日日爆滿，唔少人為咗搭船，就算冒住嚴寒風雨瞓甲板，亦在所不計。當時長江上嘅客輪每日都載住10幾萬個搭客，單係1年就超過3000萬人次，令長江船嘅客運達到巔峰時期。